通移山倒海，若无人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赈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人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愿望，对一切有耐心。来一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讲灵语的文书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这声安尼，信、愿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伫遮等下迄个 PowerPoint 会当更较紧，规个淡薄啊吼，遐有一个存在再减无去。OK， 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吟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鹅表的，但速度较紧一寡，来，论出个大的眼光，伊给你大真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我心安咸地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是的故事，笑脸着我的主。咱今仔日可能吟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的吼，咱省淡薄仔时间。咱过来看541首，将听传出去。来。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唔通丢倒，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唔通放弃，把机会传出去。OK， 来，咱三个来祈祷，来，神来主上帝，这个是你的百姓对东西南北来到的这个所在。当阮人用谦卑的心，上到自己，要
来敬拜阿罗你的时，阮恳求圣神圣化，这个所在现在变做神圣的圣地。愿上帝你伫这个时，伫这个所在，甲阮三甲面对面，互阮会当听到你的声，互阮阿罗的声、祈祷的声、恳求的声，会当达到你的面前。上帝啊，愿你通过今仔日李牧师因的团队来到伫阮的中间，传达山顶的需要，传达因知有伫山顶极困苦的环境下面，因伫遐咧做福音的事工，服务迄个所在的人民。愿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的心甲因的心相连，互阮的祈祷，毋若干那祈祷，互阮的出来甲因的事工会当相连。愿你圣神充满这个圣会，靠主耶稣的名，阿门。OK， 咱闭眼心哈。请兄大家平安，平安。伫新的一礼拜开始的头一日，邀请大家咱做伙用时光而乐来承受对上帝来祝福甲稳定，对主的人真幸福。咱三个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伤真快乐。是行乐乐饮食，我是平安真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毋通忘记，主的快乐永远通伫主。想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幸福无？有，足细声。足细声，毋是因为你无幸福，是你当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时阵，你心内咧丢毒。我爱用什么标准来看，我到底有幸福无？是毋是？是毋是？是。所以大家有幸福无？有。伫咱所唱的这首神圣诗，611首，甲咱讲，安怎才有幸福？对主的人就有幸福。邀请大家，咱搁再一届用咱的双手，用咱的歌声来唱这首全首的诗歌，得到真正的幸福。三个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把咱的双手摇出来，来。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就有真快乐。来，咱唱第一站。叫我乐饮食，我是平安真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毋通忘记，主的快乐永远通伫主快。第二站，对主的人有幸福，他也可通。快乐，你祝福饮伫我心，最为记你对声音。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毋通忘记，主的快乐。永通伫主快。第三站，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暗沙路，我对耶稣的脚步，为你主甲咱带路。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毋通忘记，主的快乐永远通伫主。为你快乐，为你快乐，对主的
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弃，就伫快乐，永远通伫主快乐。记了主唔通放弃，就会得到永远的快乐。海带是一种真有营养、佮好食的食材。不过，咱平常时看到海带，应该是像迄个银幕顶悬，佮乌佮大的海带。不过，这个佮乌佮大的海带，敢有法度直接食？敢用直接摕来食？袂使嘛，对无？你要安怎才会用食这个物件？你一定要先浸水，你要互伊浸水，伊浸水了呢，伊就会恢复伊本来这个原状模样，然后你才甲摕去做料理。来煮汤，就变做一个足好食、佮营养的料理。其实，伫咱的生命常常有拄到做的代志，会互咱变做是迄个佮乌、佮大的海带。毋过要安怎，互咱家己会当恢复迄个原状呢？上帝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要互咱恢复到着迄个原本的原状，要互咱恢复到咱迄个原本的价值。耶和华的话要进入咱的心，互咱得到真正福气。咱三个来唱这首《树木的人有福气》。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常常放伫心肝内，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一就溪边的树，鸟我天顶飞，蝴蝶纷纷飞。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诗篇119篇105赞。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和华的话要照光咱的性命，带咱行人生平安的道路。咱三个再来唱一首《树木的人有福气》。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常常放伫心肝内，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亲像溪边的树，鸟我伫顶飞，蝴蝶纷纷飞。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树木的人有福气。树木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亲像溪边的树，鸟我伫顶飞，蝴
无点分分配。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伊的人真正有福气。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甲咱讲，所以咱着好胆求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做咱及时的帮助。咱大家来唱这首《主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惊？最困目东干，我袂堪伫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快活，全无啥物话通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话通拆散。主你的听。我爱听，毋是公平，毋是在讲公平，是在讲怜悯。耶和华爱听，要引带咱，保护咱。世间绝无有啥物困难会当拆散伊对咱的听。我的心。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惊？最困目东干，我袂堪伫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安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全无啥物话通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对他到永远，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这个是请会长起立。上帝啊，你的主爱遐宝贝啊！世间人必伫你实骨的知音下，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巴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毋要看见光；
愿你常常施主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咱这个时阵，当心内坐念四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名，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个时阵，咱额头同心来祈祷。阮伫天li嘅爸上帝，阮感谢你，有你慈爱看顾甲保守，互阮众兄弟姊妹经过一礼拜久的日子，拢平安顺遂。阮感谢你，伫这圣的主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要用全意的心来敬拜你，用祈祷来就近你，用诗歌来学罗你。主啊，你是真理，是阮生命智慧甲快乐的源头，嘛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阮要学罗你的性命。主啊，伫新的一年，求你互阮气骨换新，带领阮脱离灵性的冷淡，互阮学习，无论顺境逆境，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感谢。当阮伫灰心失志的时阵，主啊，你来提醒阮诉说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无离开阮。主耶稣，恳求你赐予阮一粒勇敢为主来活的心，因为阮受称作基督徒，阮是跟对你的，阮毋是属于你的。主啊，你听阮，拣选阮，阮白白领受你十字架顶的救恩。阮搁较有责任，伫日常生活中活出有见证的生命，通来传扬福音，互主的名得到荣耀。主啊，你的听，互阮聚集伫圣殿，愿主你温过今早起的聚会，赐落祈祷、敬拜、学乐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互你牧师所干净属灵的信息。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讲甲听的拢同领受主的恩典。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请坐，咱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是伫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硬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无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
对一切有仰望，齐声来读，囡仔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久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雾雾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做声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来是仁爱。这个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上下卷24章18节，甲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我来读撒母耳下卷24章18节。迄日，迦特来见大卫，甲伊讲：你去哩，伫阿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甲耶和华起一座坛。第二位，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感谢主。用伊话来免鼓励咱，这个时阵咱要爱来读金句朗读吼。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甲第8节的 A 吼。来，咱做伙来读台语话。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搁一摆读华语吼。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时阵，咱要学乐，咱要请圣歌队来带咱学乐。学乐煞，咱要爱请迄个李继生牧师吼来讲道，伊的讲道题目是拥抱与包容。
兄弟大家平安。下早起咱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就是咱要邀请花莲古牧教会。我想这个会当放迄个古牧教会的短片无？咱邀请古牧教会李继生牧师伫咱的中间来分享因伫花莲太鲁阁。咱台湾即句有偌济族群，你敢知？成人的偌济？成人的16。咱也阁有几啊族也未完全成人。太鲁阁族，这个太鲁阁族被强迫，以前被强迫归入迄个赛德克，所以到底因的族群？偌济人慢慢统计出来，即马大概是23000人。因的语言甲赛德克有真侪无相像。但是因的日本时代安尼归类，就是甲因甲即南的国民政府的时代嘛是甲南的。即马慢慢伫咧形成新的族群，包括即马台湾上新的族群，你知影倒位无？台南、西来啊。是来啊，是即马上万的一个族群，也阁有，咱也阁有新的族群。较慢我有机会，我邀请一个可能伫全世界剩一个人，伊会晓讲因迄族的语言，全世界敢若剩一个。迄个即马年纪已经走60啦。伊若无去了，全世界一族的语言全拢消失。迄个古牧教会李牧师，即几年因有起一间。地标性的教会，安尼有水无？伫花莲太鲁阁的所在，所以后摆我兄弟咱若去到花莲太鲁阁遐，你会使毋免去大路社，好毋好？你去甲李牧师李电联，讲李牧师牧师娘，恁建堂的时来到永福教会阮永福教会有关心哦。永远敢会当伫即个遮照大一暝安尼吼，了后，阮就会当来去太鲁阁遐来去观赏。但是你毋通用大大拍拍屁股就走了。咱若伫遐大，咱咧讲祝福啊无，还祝福，然后做一个奉献，你就离开了。然后咱佫继续有人伫遐咧做即款的连结。哇，原住民的教会会当安尼起，这实在是不容易。原来是即款的毋惊死的牧师。才食到老壳壳也搁踮遮为着即个建堂伫咧走总。伫迄个古牧教会身边也搁有另外一间教会，是我真好的朋友。咱中间嘛，侪人唱过伊的诗歌。迄个庄春荣牧师，庄春荣牧师伊嘛到最后伊去起一间教会，即摆压力原来真重。伊无法当伫迄个玉山新南伊教册时，我甲接近温国华，佮继续互伊伫遐读一个硕士。即马转来伊秘伫一间真细间的教会，真细间，比咱大的厅佮较细间，佮较歹的一间教会，伊即马嘛甲起起来。但是我想我最近还佮接来遮休困。我想下早起真欢喜。古牧教会李继生牧师。伊带伊个牧师娘甲耶稣那来以外，佫带一个歌者。我想咱先甲拍一个谱仔咧吼，白明光白弟兄吼。伊今仔真欢喜，甲牧师三甲为着教会。等下你再听伊个歌声，看伊个声质好啊歹。伊比赛去到中国。去到中国最后的竞赛，有关单位直直甲伊讲，你的身份就是中国台湾的赛德克族。伊讲，伊挣扎到最后，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族啊？不是，我是什么族？感谢主。感谢主。有关单位互伊一堆的压力，一堆的，因为知影伊的潜力。有可能互伊上悬的荣誉，但是伊不臣服，到尾啊，伊伫最后的比赛就伫遐无得到迄个上悬的荣誉。
不可以完全用上帝给伊的身份。我不是赛德克族，我是太鲁阁族。你知影为什么中国爱伊任命做中国台湾的赛德克无？因为赛德克伫中国有咧广告，因为赛德克族伫咧对抗日本，所以有迄个背后的色彩伫遐。伊讲我毋是，我是太鲁阁族，就是太鲁阁族。OK， 那咱用会记得拄则我佫看过的时，伫咱即个等下咱爱为着即个奉献会记得奉献倒爱是伫即个咱即个简介内面所以等下你若毋通去找无奉献倒啊，我将即个时间交互李牧师，上帝祝福你。哎，怎么往上？哎，右边，我再按右边。哦，你先讲，你先讲话。好。拿错了。哎，好，大家平安。非常的高兴来到这个地方，真的谢谢永福教会，让我们安排在这个地方做前恩的报告。刚刚我在牧师馆的时候，牧师他在整装衣服啊，我说他什么时候穿西装啊？结果他没有穿西装啊，他说牧师，我就是穿这个衣服，原住民的衣服。上台讲道，你被汉化了我们前面的4个人，有2个人是被汉化了，是原住民的。那个上面2个都是被原住民化了都是穿原住民的衣服，颠倒了。我应该要穿原住民的衣服才对今天呢，除了感谢，还是非常的感谢。我今天呢，特别带了白明光弟兄来这边做诗歌的见证。我之所以让他来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跨年的怀旧活动的时候有特别邀请他，因为他在我们那边他唱了2首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下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喜欢不喜欢再一次被主使用他说喜欢啊，你跟我一起去永福教会好不好？他说好啊，就这样，我就跟王牧师我带一个明光兄去那边做见证好不好？他说好啊，就这样一拍即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请王明光弟兄来唱2首歌。这首歌都是他自创的他是在音乐，他是做音乐的在我们手机的 YouTube 那边点白明光，他全部的歌都出来了。
妹大家平安。牧师好，大家好，李阳手好，还有什么后？拿爱后，那是阿美组的。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这边是永福教会哈。那我第一次来到当中，那其实彰化是我来到第3次了。第1次是我在当兵的时候下基地，这边是来到第3次，第2次是来这边表演。对，市民也会做兵啊？啊？你市民也会做兵啊？我跳舞台语的，什么？你瞎言也可以当兵啊？我跟你讲吼，牧师，迄个时阵吼，我目睭是好的，那时候看得到。对，待会儿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小见证，好不好 ？OK。以前我在彰化哈，拿步枪的时候啊，班长在我前面的时候，他叫我瞄准他头上可以放一瓶苹果。那时候眼睛还很好，对。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因为今天我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因为我们的李继生牧师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到哈。那我就用诗歌来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小小故事，我的小小见证。我的名字叫做白明光，白天的白，明天的明，光明的光。好，那我的名字都非常的响亮。那我自己也是在花莲土生土长哈，从小那国中毕业呢，我就上去台北工作了，因为我以前就是马拉松选手了哈。高中就是被保送到台北的某一所学校。那在上面呢，在台北都市里面，就是一直开始从事一些音乐。出社会的时候，那我从小呢是一个先天性的夜盲症。弟兄姐妹不要看我戴墨镜是耍帅哈，因为我这个会防紫外线，所以戴墨镜会眼睛比较舒服一点。我本身就很帅了啦，对不对？怎么样？上帝给我这副脸孔啊！上帝赐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哈，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是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宝贝儿女。那所以我出社会的时候就开始走唱，开始接触音乐。那其实，在接触音乐当中呢，我的母亲从小就一直给我赋予一种传福音。那传福音的当中呢，我一直从小就不相信我妈妈说的，我一直跟我妈妈说，上帝是谁，主耶稣是谁，我不懂。我们家里一个人就我一个妈妈信主而已。从小，那在7年前呢，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说说我的见证哈。那我先简短讲一下，在7年前，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所以她跟我说，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就告诉我说，你要看圣经，你要相信是主耶稣。所以我那时候是好像被触电一样，有一股电流在我身上这样子，原来是上帝在触摸我。我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因为从小妈妈就是一直很爱传福音，她会一直跟我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一直到我出社会就开始。OK， 好。牧师跟我说，他等一下也要唱歌，好，我先唱了，他已经受不了，急着要唱歌了哈。我很喜欢讲见证，下次再留给我时间，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现在为大家献唱一首诗歌，就是我自己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听过了哈，诗篇23篇，那我自己把它填写了，谱成了一首曲子。好，现在就为大家演唱这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深幽，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包容我的头，使我的苦悲难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是
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我们的一生生命当中，他赐给我们富足的，就是一种能量，一种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蛇与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润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刚才明光兄他说哈，我没有要唱歌，他跟我说，因为牧师也要唱歌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也要唱歌了。好，我就唱这首歌哈。这个是我们太鲁阁族，现在连菜车也都在唱这首歌哈。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个太鲁阁族，是一个分享的民族啊，有什么东西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歌的意思是说，我猎捕了一头熊，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Yaku senauni, yaku senauni, musaku dan samat, mangal tunuh kumai, suputa mekalas niwe. Yaku kuyohni, yaku kuyohni, musaku mehapui, salibu ngamasu, suputa mekalas niwe. Limoy maku limoy, limoy maku limoy, limoy maku limoy, limoy maku limoy.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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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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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 Yaku senang, yaku senang ni laki telukum. Yaku kuyo, yaku kuyo ni laki teluku. 不，本来这个不要多加解释哈，现在不解释了，因为王牧师他只有给我40分钟的时间，好像已经用掉了30分钟啊，不知道10分钟要怎么做哦，可能要快板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一个姑母，是我们教会的耆老哈。他的宣教地特点是见人就传，见人就祷告。我们只知道极望今天教会极望哈，极望是我们在台湾原住民的宣教历史里面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后来他的学生是顾母，还有一个叫做威朗，所以我们太鲁阁中会有3个纪念教会，一个是极望纪念教会、顾母纪念教会，还有威朗纪念教会。威朗纪念教会是在花莲市的山腰哈，就3个，因为他们是在过去台湾受到日本统治的时候，日本用高压的手段来鞭打，不能传福音哈，就是这个人。可是呢，他们在山洞里面，在山上里面传福音哈，不怕当时的威权时代的威胁，仍然就这样传福音哈。你压越紧，可是传福音的能量越强。躲在山区里面祷告，就这样。当时我们太鲁阁中会信主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个，总共现在我们的教师统计，所有太鲁阁族中会的人数4000多个了哈。所以过去日本统治压制的时候人很多，现在宗教自由了，反而人很少哈。这个叫做姑母哈。他的宣教特点就是见人就传，见人就祷告。我们刚才读了2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2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哈的第13章里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4章已经是撒母耳时代的这末代的时候，好。在这段时间里面，在这个圣经里面哈，耶和华吩咐大卫要去数点所有的以色列人跟犹大的人数到底多少。后来他们走遍，大卫派了约雅哈走遍以色列跟犹大，大概走了9个月零20天的时间，就回到耶路撒冷哈。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约雅他将数点的人数奏告给大卫，告诉大卫王，以色列人数大概有80万的人是可以动刀的，可以杀人的80万个，犹大的人数大约有50万个哈。可是，在数点所有的人口之后，大卫他心里受到非常大的指责。
他说，就像上帝祷告说：“我行了这个事，大大的得罪上帝了，所以求耶和华除掉他的罪孽。”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经里面他还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大卫到底在哪一个地方犯了罪。也许是在数点以色列跟犹大的人口里面，只有点那些可以杀人的、可以动刀的、可以拿刀去杀人的人口，总共80万，还有50万，130万的人口。他心里受到非常大的指责，大卫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为什么会这样点？他在数点人口上，他有意要快要他的王国，而且可能有意识在扩张他的边界，跟上帝原来的意思落差很大。所以当大卫数点人口完了之后，心里非常的不安，他知道他已经得罪上帝了，并向上帝祷告。如果在点数所有的人口，以色列人的妇女还有他们的孩子，如果加上这个，可能会2倍以上的人口，对不对？有老婆有孩子，加上这样，可能会3倍以上的人口，可能多而又多。所以上帝就告诉当时的先知约雅说：“我有3样的灾难要降在以色列跟犹大，任贤大卫选一个灾难。”这个第一个灾难他说国中有7年的饥荒，在以色列跟犹大会有7年，事后大概有3年零6个月的饥荒，以色列人受不了，7年哦。你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以色列人跟犹大在敌人面前被追赶，逃跑3个月，在敌人面前你3个月的时间你最后呢，国中会有3日的瘟疫这个大卫呢，他不愿意落在别人的手里面，7年的饥荒太长了，所以他就选了第3个3天的瘟疫后来这个瘟疫就降在以色列跟犹大当中，到锁定的日子从早上到晚上，你从但一直到别是巴，在1天之间，民间死了差不多7万，可是死亡的人数一直不断的在蔓延。这个时候大卫他非常的紧张当时呢我们读的第18节里面，当日迦得就来见大卫他说：“你要上去到以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到以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在那边为上帝筑坛。大卫就在那里筑坛了这个过程里面很长，还要派人去说明，还要派人去接洽后来大卫就在那边建立一座坛，就在那边献祭了耶和华上帝就垂听了大卫王的祷告，于是瘟疫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止住了耶和华上帝他为什么特别请大卫到亚劳拿的禾场上去那边筑坛？其实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地方筑坛，可是他指定大卫一定要在亚劳拿的禾场去那边筑坛，因为当时呢有一个相传的故事，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故事有很多神学家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相传的故事这个相传的故事是这样有2个兄弟，哥哥叫阿尔南，那弟弟呢叫做亚劳拿这2个兄弟的相传故事，他们这个兄弟非常的相爱这个阿尔南呢，他已经
成家立业，有太太有孩子了，啊，可是亚伯拉罕没有，就单身一个人。可是他们各自有庞大的土地跟财产，也有很多的仆人。当时是割麦子的时候，而且他们也有相当大的那个禾场，晒麦子的地方。后来他们正在收割晒麦子的时候，这个哥哥他就讲了，他说：“我的弟弟非常的可怜，他单身一个人。我何不从我的麦场里面抓一堆包起来送到我弟弟的麦场？”后来阿尔南这个哥哥呢，他就这样做了，抓了一堆包起来送到他弟弟的麦场，是在晚上行事哦。后来他弟弟也这么想，我的哥哥有太太有孩子了，非常的可怜，我何不从我的麦场里面抓一包包起来，就这样做了，抓一包包起来送到他哥哥的麦场，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只要哥哥他说，我抓了很多东西送到我弟弟那边，我的麦场怎么还是一样的多？这个弟弟他也怎么想啊？因为我不是抓了很多，奇怪，我的麦子怎么还是一样的多？后来那一天呢，他们又这样做了，他的哥哥抓了一堆的麦场，一包要送到他弟弟的麦场，在晚上巡视哦。他弟弟也是这样，抓了一堆的麦子送到他弟弟那边，结果呢，他们就在途中相遇了。哥哥告诉弟弟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弟弟就告诉他的哥哥，一五一十的告诉他的哥哥，他哥哥他也一五一十的告诉他的弟弟。哇，两个兄弟就这样相抱了。两个兄弟相抱的画面，可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过这样的画面，连我跟我弟弟还没有相抱过。我不知道大家有兄弟有没有相抱过？没有了，可能朋友还有相抱在一起了。可是呢，对自己的亲兄姐、弟弟啊、亲弟弟啊、亲哥哥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思。兄弟拥抱的感觉真好啊！爱呢，永远是一切建造的基础。我们不论是盖教会，或者是做任何的规划，里面一定要有爱。没有爱作为基础，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来看一起读，还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133篇第1节，圣经里面他之所以会这样说，因为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啦，对不对？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结果他们相拥在一起了。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来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去年的月初去年不是今年有一个牧师，我的表哥牧师他离开了。我们为他举行中会葬感恩礼拜，中会葬感恩礼拜的时候，告别式的时候，然后送到墓地了。回来，我就告诉，因为我的表哥嘛，家族我非常的清楚，我就告诉最小的弟弟，有2个兄弟，告诉他，你跟你哥哥谈好了没有？我们今天晚上会谈我们今天晚上愁眉苦脸今天晚上会谈，谈什么呢？分财产，谈家产。因为之前都已经讲了，他们都闹风风雨雨的，后来他们今天要谈。我们每一个的家庭，最后兄弟都会为了财产来争论了，对不对？会这样。如果父母亲有财产呢，早一点分给家人就好了，就不会有后世的困难所以呢，这篇文章对我们来说，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哥林多教会他们在争论恩赐。哥林多教会他们非常的重视属灵的恩赐，特别是在第12节里面，他有特别谈到教导的恩赐，还有特别谈到什么呢？是管理的恩赐，他有特别谈到什么呢？是医病能力的恩赐，你还有特别谈到什么呢？说各种方言的恩赐。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也非常的重视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可是保罗认为，任何恩赐的先决条件就是爱，哈利路亚，就是爱。所以保罗说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他们只注重属灵的恩赐，可是他们却没有爱。保罗特别强调，没有爱的恩赐是没有用的，没有爱的恩赐，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说，如果我说我能够说天使的话语没有爱，我就成了米德罗跟想的把一样。特别在13章第7节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我们大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特别的记载，他说，因为哥林多教会，他形容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大而富有的教会，是人又最多的教会，就当场跟哥林多教会讲说，在我的传福音的路上，你们没有拿1分钱给我了，反而是从一个教会里面资助我的传道宣教费用。是哪一个教会？是腓立比教会。所以有很多牧师谈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说小而美的教会。所以保罗他在建议里面写了一封信要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碰到你们，想到你们，我心里充满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腓立比教会，他是在建议里面写的，我不因为在建议里面而感到难过，可是我想到你们，我就充满喜乐。在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妇女叫做利迪亚，卢基亚。这个利迪亚呢，她是一个可以说是中上阶层的人，卖紫色布料的人。当时做生意的人是有经济头脑的，他可能是中上阶层的人，是有钱的人。可是呢，他带了一群人到河边，在那边禁食祷告，每一天都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在那边禁食祷告，就在那边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他们把所有的奉献、所有的费用，祷告以后来奉献的费用，资助保罗做宣教的旅程。所以他看到腓立比教会，他说：“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喜乐。”我们每个人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爱。我爱是因为你曾经过去爱过我了，我给是因为你曾经给过我了。可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第34节，这一句话不是只有针对当时，是所有的人，是包括犹太人罗马官员钉他十字架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还要请上帝饶恕他们。我们从以上的经文特别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2处经文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个共同的信念是爱与拥抱，爱跟拥抱，还有一个是包容跟赦免。大概有一年的夏天，我的题目是爱与拥抱，因为这个爱
在讲道里面已经讲了很多次，重复又讲，重复又讲，不知道要讲什么爱。我的题目是爱与拥抱，整天晚上都在准备。可是我们礼拜的时候，弟兄啊，我看到一个弟兄坐在那边，我就灵机一动了，干脆我们拿他做例子。我只是让他做一个例子哈，我说弟兄，你上来一下哈，就站在前面哈。他是开秀林国中的校车哈，身体非常的魁梧，胖胖又高壮。后来他的女儿也在，他的女儿是大学毕业呢，护理师呢，可是矮矮胖胖，走路有一点迟钝啊。我就请他来，你到前面来啊。这个弟兄他可能有意识到我要做什么，我就请他在众人面前来拥抱你的女儿。我只是给他们做一个示范而已啊，要拥抱你的女儿。后来他们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弟兄他的眼泪开始掉下来了，这个女儿呢，她也哭了。后来坐在前面的一个妇女，就是这个弟兄的老婆，孩子的妈妈，她是教会的执事，她就从前面跳出来了，哇哦，大声喊了，就走出去哭了。我就愣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晚上我准备到这个弟兄去访问，到底什么事哈？后来我要去之前，有一个妇女是他的邻居，就回来告诉我，牧师，你今天讲的道哈，我自己也很感动。他说哈，这个弟兄啊，他对他的大女儿非常的偏心啊，很看不起他的女儿，这样，因为矮矮胖胖的，走路也迟钝。护理师呢？他说有一次啊，这个弟兄他拿了啤酒罐喝完了之后，他就把啤酒罐给他用手这样捏了哈，后来刚好看到他的大女儿走过去，用啤酒罐丢，刚好丢到他的大女儿了。后来小女儿也是大学毕业呢，她是新竹教育大学毕业的，看到他的父亲啊，妈妈你怎么对我的姐姐这样？后来也被他的太太骂，两个人吵起来了。这个女儿之所以这样，从你的家族传下来了，你的家族都是这样，就开始骂家族了，都是你从你那边传出来的。我们的家族都是瘦瘦高高的，你们的家族都是壮壮矮矮胖胖的，就开始这样骂了。可是经过妇女这样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情况完全变化了，就没有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了，而且他们也盖房子了，他也爱他的女儿了，我说女儿都是你自己生出来的了，不能这样对女儿，就这样，因为两个人相拥在一起，改变了这个家族。这个拥抱是什么？拥抱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示出来的。来，我们来拥抱，就这样拥抱，不是。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过年以前，除夕那一天，她带她的女儿到市区去买采购，因为拥挤嘛，就抓住她女儿，你一定要拥挤哦，不要乱跑哦，就这样走来走去。后来他的女儿看到了这个卖玩具的地方啊，就这样坐起来，一直想把妈妈的手给她脱开。后来妈妈也没有注意到，就脱开了，脱开了。妈妈已经走很远了，结果她要站起来，又往后面，又没有往后面的手这样走，就抓到别人的手，就跟别人走了。一看到不是自己的妈妈，就哭了。哭得很大声，结果他的妈妈这样往后看，哇，我的女儿在哪里了？突然之间派出所就广播了，他说谁家的女儿在派出所她哭得很大声，请父母亲来认领。后来妈妈听了之后就跑到派出所了，
跑到派出所，看到女儿，这个女儿就从远远的地方就向妈妈拥抱，连一句话都不讲啊。这个拥抱是什么？拥抱是爱，是一个最高的拥抱是爱的最高表现，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它是一个心灵的契合。这个拥抱，他不会随便拥抱别人的妈妈，对不对？只能拥抱自己的妈妈，这个是心灵心的契合。包容，那包容是什么呢？包容是无条件的接纳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无条件的接纳啊。今天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够。好，我要讲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大概是厄瓜多尔欧加族啊，1995年1956年呢，美国的5个青年呢，受了神学教育之后，他们就派到厄瓜多尔的欧加族，到现在已经是64年了。他们受到神学教育训练之后，就派到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们，欧加族他是食人族，看到人就会杀人了。他说：“我们不惧于威胁了，为了福音，宁可受死。”后来5个人就派到那个地方。派到那个地方之后，厄瓜多尔的欧加族派到那个地方之后，经过了5天的时间，他们听到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他说，5个宣教士，美国派来的，都被欧加族的头目杀掉了。这个家人听了之后，非常的难过。这个所有的教会都相拥在一起，一起哭啊！后来有一个人就告诉师母，他说：“你的先生被杀死了，你们要怎么样过？从今以后要怎么过了？”这个师母他怎么讲？他说：“我的先生死在哪里啊？我就要带孩子去那边宣教。”我说：“不行啊，不行，那个是食人族，会杀人的。”他说：“我为了福音啊，为了耶稣，我宁可受死啊！”这5个师母几乎都是这样，他们带着孩子到欧加族去那边宣教。我们知道，女孩子，上帝特别给女孩子一个这个柔和的特质柔和的特质，讲话的声音非常的柔和温柔，用这样的声音去传福音啊。圣灵透过他们柔和的特质啊，结果上帝的话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坐下来听福音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头目啊，你既然我把你先生杀掉了，你既然又来了，他看到那么多人聚在那边他也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做了。结果圣灵呢，也透过这些你传道进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也深受感动了。后来他也归主了，他也信耶稣了，他也带动，你知道一个头目信主，全村都信主呢。他带全社区全部落的人进到教会去听上帝的话语，信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头目呢，他也去读神学院了他也去读神学院了，后来回来就当牧师了结果呢，这个牧师这个杀人的头目这个牧师他说我们欧家族应该要有自己的圣经，他就在推动翻译圣经圣经翻译到欧家族是哪个在推动？这个杀人的牧师在推动那个圣经翻译赶礼拜的主持人就是这个牧师，杀人的牧师。不久之后，那个德国柏林宣教会议他们特别请欧家族的人，欧家族的基督徒去那边做见证。那一天见证的会场很多，有一个会场是这个牧师杀人的牧师要去做见证了。后来要替他翻译的这个妇女他们2个人坐在一起站起来的时候，他说在这个牧师做见证以前，
容我讲几句话，他就讲了。他说：“我的哥哥几年以前被派到厄瓜多尔的欧家族宣教的时候，就是被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杀掉了。可是他们的家族不以报仇来回报，反而用基督的爱来接纳他们。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弟兄了。”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在台上相拥在一起啊，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古木纪念教会经会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做情安的报告，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的经会非常的拮据，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拥抱与包容的爱来关心我们古木纪念教会的需求。这个教会是我们生命的教会是生命共同体，是财产登记在总会，是财产是登记在上帝是上帝，只有上帝委托给我们管理这个教会。我差不多3年以后我也会退休了，我带不走这个教会。我们有几个老的长老非常的拼命，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要退休了，也带不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永远是上帝的家，大家都卖力为教会来奉献。我们我弟弟是研究历史的，他是国中校长退休。我们在研究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就告诉教会的耆老，这个地是谁奉献的？是谁的地啊？他们都，这个是你爸爸奉献的了，很早以前就奉献了。当时我爸爸还在，我们就问我的爸爸，他也是牧师，这个地是谁的啊？这个是已经奉献给上帝了，已经不是我们了。他从来都不跟我们讲说那是我的地，我奉献给教会。他说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个是上帝的。这种心来关心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是上帝的家，是属于后代基督徒所使用的教会，是这个教会永远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教会。教会不是私人的，是登记在上帝的名分上，它只是受托给我们管理。目前我们的教会工程已经结束了，只有等使用执照的申请。我的总工程费是3200万，你花包工程是2535万，可是已经花掉了，已经花掉了3200多万了。目前还有现在700多万，有一笔经费非常的急迫性。那个是我们有合约书在。使用执照下来之后，第15天，我们的265万必须要支付给建商，这个是我们的急迫，这个的祷告。所以希望大家关心古木纪念教会，可能在最近3月底还是最近会收到通知了。这个是过去的教会这个是教会第一主堂，第3楼是行政办公室然后呢，会议室也在里面，厨房也在里面。第4楼是灵修房了。今天有一个牧师睡在那边所以如果你们来到花莲，我们之所以做那个灵修房主要的目的是，有人说台湾有8井，秀林就有2井，对不对？秀林就有2井，秀林的2井是指太鲁阁天祥，可是现在增加1井，清水断崖所以周边都是世界景点你看这个就是清水断崖，这个是我从教会的4楼那边拉近距离照的这非常的漂亮你看这个是清水断崖我们在网络订票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就这个，所以交通部用清水断崖来做这个这个画面这个是我们的空拍照，再放一张吗？这个动画是这个影片是最近过年照的有人出了清水断崖之后看到这个教会，很多人对花莲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到了花莲的门呐，花莲的门口啊，我们已经到了慈济的故乡，对，想到的是慈济。慈济才几年，才40年在花莲呢。我们台湾宣教已经多少？100多年，160几年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后面的教会还很多所以台湾宣教里面，我们台湾宣教已经迈向160年了所以人家会有一种刻板的印象，我们来到慈济的故乡慈济在花莲，花莲有慈济，可是一看到没有看到慈济，却看到这个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所以有意思要告诉人这也有一种宣教的动态的功能你看到这个教会后面还有教会所以基督徒不断的相传这个是我们上面的灵修房如果你们来到花莲找不到睡的地方，我们教会可以提供，我们上面就是灵修房所以你们如果订不到房间你们告诉牧师，古牧教会网络也有，古牧教会我们要住在古牧教会你要看那个网络，手机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房我们为了急用支付这个教会的经费所以我们经过我们教会的小会讨论这个房间我们可以用认捐的方式。所谓的认捐如果你奉献50万，我们就把上面贴上你的名字，我们用刻的贴上你的名字，某某人捐赠50万。如果你有一天来到花莲呢，你也可以睡在里面了好，这个灵修房这个是我们的房间我们还有规划这个7粒砖块，1块砖是1万块因为这样的方案都是很多牧师在提供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快1个砖块是1万块，如果有人奉献1万块的话，我们会回馈2包吉野1号米。吉野1号米是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日本天皇带这个种子种在花莲主要是要进贡给皇上的现在种的人不多，只有一个是吉安农会的一个农妇，他说不好种，所以吉野1号米是吉安农会的招牌米所以我们有搭配过，如果有人奉献1万块，我们会把名单传给他，他会直接寄到教会它的颗粒很大又很香好，这个是我们的主堂。我最后要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网络里面有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医学院的学生，他的家境非常的贫穷，他不靠父母亲，靠自己这个医学院的协会他自己在外面做卖东西了做生意后来有一天晚上，天气非常的冷，冬天他身上没有钱，肚子非常的饿，又没有钱很想看到哪个房子开门就进去跟他们要东西吃他说这样一看大家都已经关门了，有一个人开门，他就马上走进去，就跟后来走出来的是一个小姐就问他说，你有东西可以吃吗？我肚子非常的饿后来这个小姐说，哇，我们已经吃饱饭了呢，没有饭了，有一杯鲜奶了有鲜奶了，可以不可以？好。后来小姐就从冰箱里面倒了一杯鲜奶给他，他喝完了之后，他就非常的已经很舒服了，就告诉那位小姐说，非常的谢谢你我永远会记得你就这样走了。后来这个学生他医学院毕业之后，又到美国去留学深造，拿到医学博士之后呢，回国就当上一家医院的院长他的一生这个院长医院接到了一个怪病
在医学文献里面查都查不到这个病因啊。而这个医生呢就告诉院长，他说我接到一个怪病哈，在文献里面查不出这个病人。院长接了之后，他说你交给我好不好？我来处理。啊，就交给院长来处理。好，院长呢看了这个名字，到了这个病房，好像非常的熟悉啊。后来院长就拿出文献，就用不同的那个用很多的方式哈，去治疗，要看这个去查这个病因到底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去治。后来这个医院哈，这个医生院长他就发现了，他就用什么药物去治疗这个病因。后来这个小姐她的病就好了，啊，她的病就好了，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医院的行政人员告诉病人呢，他说你的病好了，你可以出院了。这个小姐呢，她说她就一喜一忧啊，喜的是我的病治好了，忧的是什么？这个医药费一定是非常的庞大啊。医院的行政人员就把账单拿到院长那边，院长看了之后，他写了一个字，他说什么？一杯鲜奶足够你的医药费。行政人员把这个账单拿到小姐那边，拿到这个病人，他一看到之后，就喊了一声哈，边哭边喊的哈利路亚！原来你就是当时的人啊！一杯鲜奶足够你的医药费。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之所以谈这个故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做一件任何事情啊，一定要释出善意啊！释出善意是一种爱的表现啊！将来你也会得到相对的报酬啊，相对的福利，相对的爱。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上帝，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依靠，你也是我们的力量。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坛，让我们用拥抱跟包容来化解所有的困难，也化解所有彼此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用拥抱跟包容来建立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求你特别祝福永福教会，也祝福古木纪念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再交给我们的明光弟兄来唱歌。感谢我们李继生牧师的最真实的一个分享。牧师，你可以过来抱我一下吗？因为我看不到你在哪里。谢谢我们的继生牧师。昨天从花莲一路赶来彰化，我们搭火车，那我就是心里很感动，心里真的非常感动。一路上呢，有我们的师母娘，还有师母的孙子一路带着我来到彰化。那来到彰化的当中呢，我会看到牧师，我们的王牧师跟牧师娘。其实我看不到他们，但是我用心感受到他们的接待，他们的爱，真的。然后又来到牧师馆的时候，真的牧师他一步一步的带我走路，跟我说这里洗手间在哪里，真的是很无私的在那里招待我们每一个。感谢我们的师母，感谢我们的王牧师，那也感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工，辛苦你们了。
那王牧师，待会儿你开车载我们的时候，换我来开车载你，好吧？好，超 over 了，是不是？没有了，没有。好，真的非常的谢谢。好，谢谢我们继承牧师今天的分享讲到。那我用一首歌来用做最后的祝福，好不好？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会唱的一起来哦。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离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深造万物各安其息，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哟，天哪如何？马不哟，因马不哟，因马不因马不哟，因马不哟，因马不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马不哟。亲爱的你们，你们好吗？亲爱的主耶稣爱你们。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弟兄姐妹会来的一起，他离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是他创造生命气息，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自己，是他应许照顾之福，生长万物各安其息，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
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上帝，阿门。这个是咱来吟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来吟第1节、第2节、甲第4节。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代，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事实，互我心安兼知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